来乡亲啊，过来这件是台南市的正副议长区里里甲林志典所卡到的贿选案，是大大来伤害到民进党的形象。民进党因暗7点要来召开廉政委员会来讨论，区里里甲林志典下晡出发到台北，要到廉政会来说明。出发进前接受到媒体访问。我跟林冉副议长再次的强调，我们没有贿选。我们没有参与暴力，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利益交换，那一切都静待司法跟党中央的调查。区里里甲林志典拢来强调讲，这届正副议长的选举，因绝对无牵涉到暴力，嘛无买票，因已经向党中央自称停止党权，等待民进党的党中央甲司法的调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